中意高樓層睇湖景嘅朋友，你哋而家有福啦！而家金山湖島內啊，前後南北雙陽台、雙湖景，17000幾咋？金山湖同金山湖公園啊，就正喺前面啊，景致好開揚，成個心情都好舒暢啊！今日同大家睇嘅呢間係141方嘅4房單位，新中式裝修夠晒雅致啊！最過癮嘅係南北雙向湖景，通風透光，雙重享受。而且啊，落樓啊行10幾分鐘啊，就係方濟11小學啊，日後接送細路仔返學放學，真係好輕鬆方便。業主裝修好之後啊，都好少喺度住，所以裝修同家私家電保養得997新。如果你中意呢種風格，真係連行李都唔使點收拾，帶衫就可以入住，慳翻好多時間同心機。咁正嘅141平4房，前後雙陽台、雙湖景單位，你心唔心動？心喐喐就快啲評論區輸入1啦，我即刻同你約時間，帶你親臨驗房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